見到仔女玩 Apps， 10個家長9個驚。但係身處電子世代，用 Apps 避無可避，點樣用得其所先係最重要。千祈要避免嘅一樣嘢就係話唔好將佢變成電子奶嘴，即係話我想俾個小朋友去塞住佢把口，有樣嘢俾佢揸住喺手去用。有2個女女嘅教育顧問 Ian 就首推學寫漢字 App 俾幼稚園學生同小學生。睇完 App 示範不順，小朋友可以喺範例旁邊練習，唔使依賴父母從旁指導，養成自學好習慣。香港小童群益會夜貓 online 計劃主任 Stanley 就認為 Apps 要做到教育之餘有親子互動成分就更加好。遊戲有一啲嘅可以學習或者作為親子溝通嘅渠道，未必需要一刀切去限制咗。咁反而點樣可以用到遊戲去促進親子關係同埋教養呢？係比起我哋去禁止翻嘅。Stanley 就推介問答達人俾大家。問答達人嘅問題覆蓋廣泛，時事、歷史、小知識都有。除咗大人細路可以一齊動腦筋，呢個 app 仲有一個功能，就係可以俾玩家加入問題同埋答案，再由程式 admin 審批。咁時下嘅家長又有咩好 apps 推介呢？呢個遊戲叫咩名 ？Jurassic World the Game。譬如佢呢條龍佢唔識叫咩名，或者佢未見過咧，佢就會去揾翻相關嘅書，去睇翻呢條恐龍係點啊！既然要玩啊，不如去玩啲學術性高少少嘅。除咗圍棋之外咧，咁我都會俾佢玩一啲計數嘅、成語嘅。不過兒童心理學家 Dr. Yuen 就提醒大家，電子產品係唔能夠代替咗爹哋媽咪關心細路、鼓勵細路嗰個嘅關係嘅呢個橋樑，一定要有呢個嘅足夠時間陪佢喺埋一齊嘅時候關心佢，咁佢先至會感覺得到咧，自己喺屋企裏邊咧有翻啲嘅細。